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人793天，昨包括这个本土境外甲死亡的病例，拢是加零确诊，但是今仔日就破功了。指挥中心公布着今仔日上新的疫情，这个本土有1例，境外选入有5例，也无死亡的个案。今仔日这个本土病例是新北市一个60多岁男子，有做过一剂莫德纳，感染源也未明确。今仔日5例境外选入，男性4例，女性1例，其中有4例是突破性的感染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6343例，其中这个本土病例是14585例，死亡的总人数846个人。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第12轮的疫苗。第1阶段开放注文，早起的10点是开放到38岁以上来注文到 AZ 的第2剂。有民众用这个手机来注文是真无顺，讲等10多分钟才来完成。下晡的2点，搁来开放到55岁以上注文莫德纳的第2剂，是甲一寡老岁仔人创到无煞煞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泰嘛来炮轰到中央，讲这个台北市的疫苗只有21万剂，但是中央是叫41万人来注文，讲这是会造成民怨哦。但市长是来回应讲，中央会来倒协助。很抱歉哦，这位先生，我们要7月30接种第1剂，你是8月5号接种的。史上上复杂的第12轮疫苗第1阶段总算开放注文 AZ 疫苗第2剂，今仔日透早10点开放，都民众无煞煞无袂清楚。早起里长的办公室爱里长斗3工，另外阁有。你我来看嘛咧，你莫德纳下晡。同一天下晡2点，阁要开放莫德纳55岁以上对象第2剂注文，嘛有时大无袂清楚。不过注文系统一透早开放，有民众用手机都要等10几分钟。第12轮除了对象和注文时间复杂，中央和地方的开放对象阁无同，互民众真困扰。礼拜6、礼拜天，台北市政府特别加开65岁以上的长者先预约莫德纳，那这样子我就会担心55岁到65岁他们要在哪个诊所预约，因为量人都全部都已经报名完了。疫苗开放的乱象嘛，互台北市讲中央量能开到有问题。台北市量能干那21万，中央煞叫41万人来注文。在第1阶段里面会预约不到，可是到了第2阶段，我们的量能是26万多。他只有通知18万多。我们现在大概有排了一些公务的点，23号起大概那5、6天，我们大概也帮他准备了4万5千的一个400的量能。中央和地方拢想要拼注疫苗，不过双方却为着量能和政策互相压迫，凡说到上尾上苦的，也是民众。有关。